再来看新德，新德市最近有一个社区有到一个讲会当自动回收喷的智慧型系统，这喷若甲倒落了后，随着杠杆会冷藏，安尼就片无臭味啊。摇卡插入开关起落去，自动门随开开，甲喷水直接倒落去，喷水连面降温冷藏，佮加上除臭技术，互喷水袂佮传出臭腥味，而且回收机伫要甜的时阵，佮通自动通知回收业者来清温。主要整个在我们回收室的环境啊，就是真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比较没有味道。它不会让自己的一些手啊各方面去沾连到这个厨余啊，所以这个是在使用端的这个便利性。那我们在做回收端来说，我们也可以透过云端知道。它的那个量到底已经到多少？那我们什么时候来回收它？目前系统搁在示范阶段，免收钱，未来可能引进需要者出钱的概念，收一寡费用。社区居民大部分会当接受，不过某人烦恼用悠游卡，对时代来讲可能较困难。以前啊，倒厨余啊都不用钱啊，现在要钱的话，如果说是费用少许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毕竟它变得很干净又没有味道。那老人家80多户，老人家来擦，来倒厨余、倒垃圾，他怎么会擦？行一抓社区资源回收区，会当看到随砍挂清气，不过喷筒加减有一寡臭腥味走出来。期盼未来透过智慧喷水回收机有效解决问题，嘛当达成喷水源头减量的目标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